今次我要鄭重聲明，我從來冇叫過任何人跟我唔化療、唔食標靶藥、唔食中藥、唔做免疫治療。我一直以嚟分享嘅係正念梳理情緒，情緒會影響你嘅身體狀況，同埋我哋要有希望。我哋即使係患有癌症，最重點係咩啊？唔好再拖延，唔好以為就係聽到我話啊，有人唔使食藥都好返，我都可以。但係你唔做任何改變，你係唔會有所改善嘅身體，因為你本身平時嘅生活模式已經有問題。今次我會分享下喺我身邊有幾個嘅 case，佢點樣去面對佢哋嘅癌症嘅時候會有咩效果，同埋我歡迎可以大家加入我嘅會員頻道。我希望我可以分享我日常生活啦，或者係你哋會有啲咩想我去分享嘅呢，你都可以隨時話俾我聽，我會喺會員頻道同大家再逐一分享。Hello，我係 Jean，我係一個癌症末期嘅病人，我由乳癌開始轉移多過15處嘅地方。我喺冇食標靶藥、冇做化療、冇食中藥、冇做免疫治療之下，身體慢慢穩定地康復中。我相信梳理情緒、保持正念會令身體越嚟越好。我希望我分享可以幫助到你。最近其實我都收到唔少嘅 message， 就會覺得啊，係咪真係唔使食藥就會好返呢？其實唔係話唔使食藥就會好返。一直以嚟我所講嘅係你需要做改變。我由好耐以前都開始，我話只要改變，你肯改變你自己，咁就可以見到希望，我哋會可以越嚟越好返。即使好似我由乳癌開始轉移多過15處嘅地方，我仍然可以一步一步穩定地康復。我只係一直好想分享俾大家聽，只要我哋心態改變，我哋保持正念，我哋願意去面對我哋內在好多嘅恐懼，好多嘅不安嘅情緒，好多嘅負能量嘅情緒，我哋慢慢逐一釋放。你見到好似我即使唔食藥，我係可以穩定地康復緊。呢個係我一直以嚟都好想大家知道，原來只要自己願意改變自己嘅心態，其實即使有癌症，就算好似我咁嚴峻嘅 case，我都可以一步一步穩定地康復。如果 touch wood 真係有病，好似我一樣一齊有病嘅話，但係我哋都係可以一齊慢慢康復，重拾健康。我今次講第一個 case 啦，喺我23年嘅2月咧，就係 Yahoo 出咗一個 post，有提及到我嘅轉變啦，經歷咗2次都仲係健在。雖然嗰時我都仍然係擔住個助行架。咁嗰時就有位係閱讀過呢個報章嘅人咧，咁佢就喺 email 度私下去聯絡我。當時呢位女士咧都係患上咗乳癌，咁後尾佢喺香港做完檢查之後，佢就決定翻去加拿大。我只係分享咗啊，我做咩，我平時有食咩，好似你哋大家一直見到我嘅影片分享各樣咁樣，咁但係我間唔中都會隔幾個月，可能我會問佢一句啊，你最近點啊？喺我所認知咧，其實佢係冇日日飲甘筍汁啦。咁佢就話啊，我都有食得健康啲，會保持運動，但係其他嘅生活咧，其實佢係冇特別改變，因為其實佢有一個仔。佢花咗好多心機去照顧佢個仔。喺嗰刻，其實我每次 message 我都係話你記住要注重咗自己健康先。咁但係跟住又過咗一個好長嘅時間，又冇聯絡啦。大概半年前到啦，咁佢再揾我嘅時候，佢開始係好氣弱，再留咗啲 voice message 俾我，就話啊，佢身體好似有腹水喎，又好似越嚟越虛弱，好似唔係好做到運動。當時人喺加拿大，我就話你要快啲做啲檢查，你係真係要睇住你嘅身體狀況。唔係話淨係覺得啊，我會好返，跟住你乜都唔改變，亦都唔去觀察住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咁係唔得㗎。幾個月之後咧，佢就同我講啊，我決定下個禮拜就返香港啦。我而家好差，個肚好脹，等等。因為我真係唔清楚佢身體狀況，同埋佢喺加拿大，佢係冇做過任何嘅檢查。咁到知道嘅時候，聽到佢嘅聲音已經係好氣弱。以我所知，佢當時由加拿大返嚟香港咧，佢真係再入咗去廣華醫院。然之後隔咗幾日，佢就再揾我，佢話我都係想睇中醫，想睇我當時睇嘅中醫。咁我就話咗俾你聽，亦都同佢一齊去睇呢個中醫。但係當我見到佢嘅時候，其實佢嘅腹水係非常之嚴重，同埋都真係已經行唔到，個身體虛弱得好緊要，同埋係身體狀況已經好差，
成塊面已經係黃晒。嗰個黃唔係因為飲甘筍汁，嗰個黃係佢個身體個肝嗰樣嘢已經好差。其實一開始由見面到最後咧，其實一直佢都笑唔到，因為佢係好虛弱嘅。咁但係最後佢上車嘅時候，佢都俾咗個微笑我，咁我都俾咗我嘅鼓勵佢，亦都希望相信係可以好轉。咁但係過咗2日之後，佢個老公就用佢電話 send 個 message 同我講佢離開咗啦。咁咧，其實一直以嚟好想，我當然好想幫每一個人，但係我係冇辦法可以實質幫一個人，因為別人係幫唔到你嘅。你要知道你個心態，你肯唔肯改變？你有冇對自己坦白？冇人可以代替你嘅聲音，得你清楚。如果你要隱瞞全世界，隱瞞埋你自己嘅內心，都係你決定咁樣做。我一直以嚟想分享係，我好希望好多唔同癌症嘅人，即使唔同 stage 都好，如果知道我嘅 case，見到咁樣都可以有好轉。我只係好想大家都知道係有方法好轉嘅，大家嘅心態轉變下，揀你會覺得會康復嘅方法就會好轉。呢個係令我明白，其實我係冇辦法去親手捉住每個人去幫忙，因為唔係我喺度同大家講你就會好轉，因為要改變嗰個人唔係我改變緊㗎啦，我改變咗，我一直都仲改變緊嘅。要改變嗰個人係你哋，咁先會有好轉。呢個係我一直以嚟都唔想分享，亦都冇分享過，因為我一直都諗緊我點樣可以幫到人呢？因為其實一直以嚟，我只可以相信我努力做好我嘅本分，我 share 出嚟，分享出嚟，而你哋一直都見到我有好轉。喺我中間分享咗好多唔同處理情緒或者我自己點樣做嘅嘢時候呢，其實係呢一樣嘢就係一個實證，所以我要做好我自己，咁我先可以人哋見到，先可以幫到其他人。然之後分享第二個案例就係，咁呢個好真實，其實係我媽咪，佢之前都係乳癌嘅，咁啊後期因為佢年紀比較大，咁佢當時醫生都建議佢唔可以做化療，咁而一開始亦都見到佢冇擴散，所以佢都唔識食標靶藥。咁但係大概1年前到開始佢有擴散到去啲淋巴啦，去啲胸腔嘅淋巴，佢腋下嘅淋巴啦。亦都有少少入到去腸嘅位置等等，唔係好多，係初期嘅擴散。咁所以咧，咁醫生就建議佢食標靶藥。咁當然佢知道啊，原來情緒會有影響㗎喎。我個女都一步一步好轉。咁其實我媽咪嘅選擇係咩咧？醫生係叫佢每日食3粒嘅標靶藥咧，其實佢係好乖乖地食，再加荷爾蒙藥。其實我從來冇反對過媽咪咁樣做，因為我好明白媽咪嘅性格，其實佢係好遵循嗰啲嘅規矩去做，而我只係不斷同媽咪講，你食標靶藥，你食荷爾蒙藥冇問題，但係你要知道，你每次食嗰陣時，你要同自己講，我係會好返，我係會好返。講真，即係叫老人家去改變性格，其實係好難。咁啊，當然佢都唔會明我講我嗰套啦，同埋佢都好少聽我講呢啲嘢。佢係都係覺得總之而家我個女冇事，叫佢精精神神咁就算啦。咁佢就過緊佢平時嘅生活，一啲都冇轉變過嘅。佢飲食都冇轉變過，除咗多飲甘筍汁。咁你話到1年而家係點咧？佢嘅狀況其實佢一直而家係每日食2粒嘅標靶藥啦，因為佢身體嘅白血球等等，咁啊醫生都建議佢食少啲。媽咪係開頭唔係好乖嘅，佢都係可能1-2日先飲一杯仔咁樣，都唔會好似我飲咁多。咁佢而家去到最新嘅 status 係點咧？其實佢所有嘅狀況咧，可以講話維持不變，有少少1-2點，呢度有少少1-2點，咁但係咧就冇再增加啦。呢個係 OK，因為起碼佢過緊佢開心嘅生活，佢唔需要特別戒口，因為佢都唔想戒口，咁冇問題。但係佢知道我係會戒口戒得乖啲，咁但係同時我都會同佢講，因為我嘅 case 唔同，但係最緊要媽咪佢自己開心，同埋佢維持到佢嘅情緒，我覺得比較重要。咁佢咪維持住佢個癌細胞繼續不變，繼續喺度，咁而佢都係唔會擔心，因為首要條件就係你要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可唔可以承受藥。如果覺得一見暈就要自己識得停，
停咗先再問醫生，唔使 keep 住話因為太攰都仲要食一粒藥，令到自己淨係會暈低，咁就唔係咁好。咁到我分享第3個 case，亦都係真人真事，係我屋企人嚟嘅。佢亦都係乳癌開始，過咗1年之後咧，發覺擴散到去腰椎，而當時佢發現腰椎嘅時候咧，因為佢開始發彎唔到腰，好痛，甚至隻腳開始唔係好行得到。呢個係我嘅親戚，咁佢都係有屋企有一個仔，所以其實佢開頭嘅情緒都係好波動，亦都唔明白點解會發生喺自己身上等等。咁但係一直嘅過程，我只可以分享我嘅諗法同埋保持正面，叫佢一直都要放開、睇開、放開執念各樣等等。其實佢同我聽嘅對話唔係話特別多，但係佢知道我嘅方向係點，同埋我哋由細一齊相處到大，所以佢好清楚我為人。所以到佢知道我有好轉，佢都會相信我嘅方法，我係唔會呃佢，我係做得到，佢都會相信。咁我都可以做得到。佢知道情緒影響到，咁佢亦都係努力緊調整佢情緒。佢到依家其實一直喺好穩定嘅狀態，冇再有新嘅任何骨嘅侵蝕。而家佢亦都行得好正常嘅。咁而家佢只係每日食1粒嘅標靶藥，原因都係因為佢之前食3粒會淨係暈低咗添。咁跟住後尾又係減藥，因為可能佢身體比較瘦弱，唔係負荷得到2粒嘅藥份。咁後尾再減到而家1粒。咁 so far 都係佢精神狀況而家都係好好多，比剛開始同而家嘅話，其實而家就會大家嘅情緒各樣都越嚟越好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case，就係你要選擇你會相信嘅方向。我從來冇逼身邊嘅人要跟我一樣，但係我只係相信你嘅情緒、你嘅心態，你相信會好返，你就去承擔你選擇嘅嘢，跟住負責任。負責任係咩咧？譬如你食藥咪有副作用咯，你會好攰，會有頭痛，你唔好去埋怨，而係我知道，因為我食咗藥好攰，咁我就休息下啦。其實你相對唔好抵抗你自己嘅選擇，你會令到你嘅選擇嘅成效會更加好。但我呢位親戚咧，其實佢都係冇選擇過化療，佢當時淨係選擇咗會肯食標靶藥，咁所以依家都係好穩定嘅。到第4個 case，就係我身邊嘅朋友，佢話俾我聽，原來係發覺佢自己有腸癌。其實返工真係唔係最重要，而家係你身體最重要。因為佢而家嘅 focus 就係我成日掛住返工，佢驚冇一份工。你唔會因為冇一份工就會冇咗條命，但係你會因為你唔照顧自己好身體，你會冇咗條命。但係呢一刻嘅你，如果你係想繼續好好地同你身邊嘅人繼續一齊，你就要好好地照顧你嘅身體，因為呢個就係你嘅責任。如果你仍然將其他人放喺比你更加前嘅，而你就係兼顧咗其他人而唔記得咗自己嘅身體嘅話，其實你身體亦都會繼續反映俾你睇，會越嚟越差。我都係叫佢，你用佢心去諗，你靜落嚟，用個心去諗，你相信咩就係咩。佢自己8次嘅化療之後，佢自己忍受咗、承受咗之後，同時亦都有食標靶藥，但係佢亦都一步一步康復。雖然佢後期有轉移到去肝，但係依家都已經冇晒啦。因為你嘅心態就影響到你有改變，唔係叫你乜都唔做，你就會好返，唔會。我哋一定會有啲嘢改變，因為呢個 cancer 就會令我哋重新去認識自己，重新去睇一次你現在嘅生活係咪有啲嘢要改變啊？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加好？咁就而家去改變啦，唔好再坐喺度。再分享第5個，呢個係一個我唔識嘅人，佢話佢喺1年前知道自己有擴散，轉移咗多個地方，亦都係乳癌開始。佢跟住就自己一直逃避，唔肯去睇醫生，就係自己去揾咗去中醫。但係揾咗中醫睇之後，佢都唔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，所以佢即使中醫，佢覺得自己有好轉，但係又跌翻，係因為佢一直都揾唔到方法繼續去 check 住自己嘅身體狀況，所以佢唔知有好轉定係跌，所以佢個人會好波動，亦都覺得唔實在，因為你唔知個方法有冇效，所以我都會定期去睇，我做一啲檢查之後，我身體狀況係咪一直有好轉呢？我係一直有 check 住，我而唔係擺喺度，跟住就唔理。我又係飲食健康，跟住我就唔使理身體。其實都唔係，你見我一直我都係會 check 住我身體狀況點，係咪一步一步好轉。我都建議咗呢位內地嘅網民，因為佢咁樣問我，我即係話你而家乜都唔好諗，而係即刻要搞清楚你嘅身體狀況，你先知道究竟你想用咩方法係令自己可以康復。其實一直以嚟佢哋逃避係咩呢？因為可能佢都仲係喺嗰個恐懼之中。好似我之前有啲正念同健康奇蹟嘅影片，就係好多人都仲係沉醉咗喺恐懼之中，未消化到嗰種情緒，亦都跳唔出嚟。
咁永遠沉醉咗喺嗰度嘅時候，其實你嘅身體唔會有所改變，係因為你要消化到情緒，繼而你先可以逐漸去面對同埋正視你嘅身體狀況，去揾一啲可以令自己康復嘅方法。我仍然相信梳理情緒、保持正念係好重要，因為有呢一步嘅幫助，即使你想選擇嘅咩方法，其實都會令到你有正面嘅效果。我希望我嘅分享係幫助到你，我都希望大家亦都係睇多啲、聽多啲。即使係我嘅故事，大家唔好睇一個短片就貿然妄斷咗我之前做過嘅所有嘅事。其實每個人，包括埋你自己都好，你要去檢視自己生活，亦都唔會1-2個鐘嘅事。當我釋放晒好多內在嘅負面情緒，其實個人係會長期非常之平和。咁希望我今次分享身邊嘅人嘅故事，亦都可以令大家更加明白，其實要認真正視自己嘅身體，唔係短時間就可以做到嘅。大家要花多啲時間去面對自己，繼而再向住自己嘅目標，你會康復嘅，咁就行康復嘅道路，做一個選擇去令自己康復。請大家繼續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個 channel。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我哋一齊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拜拜。